子孝继父也，母孝继母母也。带来各式各样手礼，一时静静摆手来了，怕怕有气。老爷吩咐，有请各位孝继过夜。路上辛苦了，岳父岳母啊！不愧为是尚书公子，孝心可嘉。是啊，弟弟母亲，在今日心相配配，这比暖山青云会。你女婿今天多听我姨娘。今日心多谢你呀！有母啊，先上这玲珑山无法领啊门，能到了比才保平万岁臣，弟弟是亲家本是同苍蝇，菩萨有因自心。我听着天下风光地无好，一样天年苦堂生。弟弟母亲，爹娘啊，公婆领的西定你，万亲二老当真。
陈亲家教子有方，不愧是相国后代。弟弟母亲，岳父岳母，弟弟母亲所在的花园，所定府越大越漂亮，还是到我家来养老。对，一定到我家来。来，岳父岳母，岳母，张旭是同长子理应亲二老到我家来。岳父岳母，你给到杭州来，弟弟岳父岳母杭州来，岳父岳母到杭州来，要到杭州来，你们多有小心，等我高老以后再做生意。你们先到花厅用茶去吧。母亲，女儿，母亲，你再喜欢我，你咋是不到我家来？女儿不宜。真把你错坏了。是个女儿好小心，跟来的个女婿是儿亲，堂前花开月无多，可惜是男女在分离。禀老爷夫人，咱姑爷三小姐拜寿来了。带来什么寿礼？一双空手。这个伶牙的野丫头，嫁了个穷书生，流落天涯，她来做甚？夫人，既来拜寿，可谓之礼嘛。吩咐他们进来。是。三姑爷、三小姐，老爷叫你们进来。岳父岳母在场，小婿大礼拜坐，谁大？叶希女儿，起来，起来！罢了。三小姐，翠玉。你们二人从哪里而来？这一下家境可好啊？岳父岳母啊！想当年白皮岳母去京里，娘子她真心是我何处分？叹去岁，佛高名落，深山为空不分。列子把我一片心，是娘子却是算来神气大，因此让上陪人到府门。拜寿，一双空手，在我体痛。夫人，弟弟母亲一官人专程拜寿心一诚，空手还来与大庭，娘我夜夜千赠与万赠为
昨夜郊外头扫地，可行千山好一个你，三步半盘关不走，一路安慰我关心，只要看到心意到，定能得父母原谅了三分。哦，看来你们夫妻空分也未在用餐啊，不发。彩玉，夫人，你陪他们到厨房吃饭去。夫人，晚宴已经备好了，让三小姐、三姑爷一道吃吧。多谢。好吧，三姊娘好菜好饭可得。是。小姐，你看。灿然，这不是三妹夫吗？是啊，他们怎么到厨房去？哎，娘子，快追呀！快来呀！来了。姑爷、三小姐，请用茶。多谢彩玉。啊，那呀，睡得真好看。哎，来，各位美妇，请啊！啊，老夫人请啊！一样女婿，两样款待。三姑爷、三小姐，委屈你们了啊！不要这样说，彩玉。他是同源报根，我与那姐妹嫔妃一模生。想当年三夫穿着面送黑，举姑女多亏说我杨继山，弟弟生我命令女，马子难忘杨月。归
娘亲见着言该应，儿婿不是怪内神，你看他泪洒不比我苏三姑爷，你听见了没有？彩云，来。彩云，你看在书本上说，绿芽单表，永生不见，唯也不见记录。你文绉绉的，我可听不懂。彩云，是说圣人弟子名叫叶维，治的破房子，用的破篮子，经常饿肚子，可是他有事可读，照样十分快乐。我这里有你彩云照顾，胜过叶维十倍哟，十倍哟。哎呦，穷姑爷、师傅等等，酸累累的，姑爷不想嘛向后退啊！你们把三姑爷当做什么样子看待？姑爷们见得多啦。哎，陈兰，你的姑爷是什么人啊？我的姑爷是堂堂上士公子，上元宗子。我的姑爷是见着宰相圣子，杭州宰子。我的姑爷也是宰相圣子，江南名士。我的姑爷素才虽富，有才有势，脚盆看马脑，檀香贴茶烧，山珍海味没吃不了，拿去喂狗喂马。我们三姑爷可不像那种繡花枕头一包草。三姑爷一文好，国气好，心肠好，时来运转，别中长远。他中长远，哼！你挖掉我上眼睛，你管打赌？当赌？当赌么算当赌？哼！你看中的狡猾长远，叫他做小老婆好了。你等等，现在你当，你不要吵了。雅莲，此次采烟事里太没有规矩了。什么规矩？什么规矩？小子不小子的规矩。嘘。彩云妹，你受委屈了。三小姐，是你们受委屈了。你们还是回去吧。彩云长衣受了气，怀里劝我把家里，不怪小弟心思里多来自他啥是非。官人，娘子，你可曾听见门外婢女吵架？婢女吵架，与我何干呐？你呀，哎，
月白的娘子啊，大人不计小人过，荷花出水遇高低，夸我不作戏，骂我不生气，眼瞧案子红果子，何必婢女之言别是非？官人啊，皮也三口包彩礼，上到口上要受气，三郎君不为天涯风霜苦，张伯相且早催生烦离非。娘子，本人并不想激惹有加，这位景阳几人所负，他痛恨年松尊爵，早有自荐之意，等他为今免显自荐自己，便为难经。官人，你立志为民之害，为我报杀父之仇，妾身腹不依从。三春，三春，叫我出来。二姐，啊，二姐夫也来了，请里面坐。哼，里面一孤穷孙妻，我们不愿意进去。我问你，我的贴身丫头，你为什么骂她？你为什么当她？当官也要看自人面，再管起我小丫脸，丁府丫头不抵钱，官身结了配小言。看你一生穷酸气，担什么小鸡架子在人间？对，哈哈，宿醉顶不坏，子女交归生天仙，才管轻易来得在真快手帮爱偏偏，今朝在你外卡起，我看你夫妻不得本分清。二姐、继父都来娘家做客，还当以礼相待，岂能以夫欺贫，说话不讲道理？谁不讲理？谁不讲理？娘子，哎呀，娘子，这种人不可理喻，何必催他？啥？哼！美玉这么便当，我们进去。且慢，你们一生紫光宝气，竟不知这房中穷酸之气，何必进来？你三春，本年你夫妻穷途落魄，好以收留妇内，你怎个得罪贵客，还不当面赔礼？母亲，婢女早马生事，原是儿姐夫断，烦望母亲问过彩云便知。哎呀，母亲，分明夜里偏心错怪。实不赔礼，小婿告辞。啊，夜夕所想，与我做之。是。三春，母亲，你个嫌我偏心错怪？女儿，不过，母亲，这
这是女儿为弟弟母亲补做的谁啊？这种儿子在我们苏州府中，只配接下等人所用。拿下去，赐予门公夫妇。若不备礼，别为不孝，须下留在府中。母亲，岳母。我夫妻一片真心做守堂，多只为父岳之恩难防卫，遇到是父儿夫教贫富惨，并不像盘龙扶风上门来，三称他做下一为何也尽孝礼，百变不用岳母才，但等见过岳父面，呈上书信便离开。终归失望，看我们一条路伤心来。你们要走快快走，何必再等老一位？永世不见无念女。从此一刀两分开。母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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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三妹，三妹，三妹夫。三妹，三妹，三妹夫，三妹，大姐，三妹，大姐，三妹夫，委屈你们了。这是你们囊中苦苦啊，待会追到房中取来薄纱银子，再走不知。大姐，真不与我商量。官人，娘子好不糊涂啊！怎管违抗母意，接近银两，回去。大姐，不用。三妹，三妹夫，回去。快追呀！三姑爷，三小姐，三姑爷，
姐，王昭驷马出城门。请教岳父。是。过唐廷尽在命难逃，两班神父在关。
等看眼心事交。怕只怕男女花海风波心，早知令我杨氏亲属受惊老爷，这是哦，是好。还没老爷，母亲，老爷。哎呀，弟弟母亲，素在家中遇吉事，我们夫妻要委屈了。是啊，小婿告辞了。老爷，哎呀，岳父，倘是早与念相讲好，也不会受此之连。什么？岳父也太没有远见了。啊，你告辞。你弟弟母亲，你安是儿啊，弟弟母亲，去吧，去吧。有母，是妹夫，妹夫，你们还不快走？岳家有难，怎能也走了之？哎呀，两位妹夫，你弟弟此时精神，遇到是君子不立围墙之下，万事快走的好。弟弟，我们也走吧。弟弟，不要连累你们，你们还是回去吧。走吧，去吧，你们多去吧。哎呀，老爷呀，刚才万事乐融融，请看自己一场空。女儿哥哥离娘走，大奶到来过许呀冬。哎呀，老爷。夫人啊，弟弟可与我用，不是趁早真相落，帮忙可叫赛成女，月还有周银龙。这个不孝之人定遭于我，被我赶走了。老爷，这是三姑爷留下的私信。哦，怪是他骂我？不，他劝我按住继承之节，如今来不及了。之下。奉天正月，皇帝诏曰：杨继生诬告年送正相，当当9日前死。念杨继康平时作为节省，从快发落，今日起挟之为民，草木家产所抄尽都。接着，老爷。
子对抗女儿，女婿了，真是路途遥远，只有去得。老爷，父上，孤女彩云，长梦受路实在，你当早应生死相识。彩云，彩云。路难行，远头前，寂寞孤舟。夫人，岳父岳母到苏州来了。来了，现在哪里？在大姐家。大姐夫到南京去了，大姐陪着岳父岳母，好不亲热。我弟弟母亲什么打扮？穿着原话夫人衣衫，上下一身新啊！看来我弟弟美玉方才，乃是高老外相。哎，你为什么不叫我弟弟母亲为夫？没有夫人做主，我不管。哎呀，你真笨！哎，但是我母亲便有30万两私房银子。30万银子？30万银子岂能让大姐独吞？对对，小莲，哎，快随我去把弟弟母亲接回来。是。二妹到哪里去呀？大姐夫，你从哪里还来？哦，我从南京刚回来。可有到家？没有到家。你没有到家？那我到哪里去？暂时不告诉你。哦。哎。请。女兄救过南京，闻得念想情绪将暖，他要把杨继生的情由一一查问。那你我两家会不会出事情啊？哦，应许女兄当同关节，得知念想光收儿子，你我实能小姐念想犯了银子，便可拜做义父。这个。哎，前科同生，这点血本，值得花。对，这封拜神义父的书帖，我马上与你提笔。好。啊，大姐夫一肚子墨水，拜托拜托，请。
为吾昔之为民，草木将残，到此两手空空，哪里还有什么降龙不济哦？上道儿啊，手里身上这套新衣裳，还是在上叔父你大忌为儿老跟我的呢？夫人，禀老爷夫人，一切都准备好了。滚！上道，何故发怒？这般奸人不听使唤，真叫人生气。你们说说，我去就来。
老爷、夫人，我看二小姐没与大小姐回到，我去请大小姐来再做丧礼。慢！哼，雅丽，你要做什么？当初你这贱人，仗着老夫人宠用于你，你打我一巴掌。今天你东家失势了，这一巴掌我要当完。放肆！雅烈，你滚！为什么不滚？老爷，翠玉，夫人，彩云爱当四小，只怕你们这里治不得了，我去请大小姐来接你们回去。翠玉，夫人，看来彩云言之有理呀。老爷，丫头不好，与小姐有什么下过？儿啊，为吾负重脊梁，蒙你在荷花厅设宴，快别为吾赴宴去吧。哎呀，弟弟，此事不巧了。真是不巧。你女婿生今天押了苏州城里的府上举国，在荷花厅请客吃酒。哎，那也无妨嘛，不在荷花厅，还可以另外设宴嘛。上当，是啊，自己爹娘不是外人，随便哪里都可以用膳么。哎呀，母亲说得对，自己爹娘不是外人，随便哪里都可以。雅烈，快带老爷夫人到子房去吃饭。什么？两位老人家我为了，到子房去吃饭。你，夫人，女儿这样小心，我倒要尝尝这个味道。来，懊悔我是半转头雅家辈，不枉情欲遭麻烦，姐妹原来与无功。真关心着做傻瓜头不带。二妹，二妹，二妹，弟弟母亲呢？到子房吃饭去了。什么？到子房去吃饭？你。母亲，你们是委屈了女儿。人财人法一不下，一阵心痛叫来
请我跪下，跪下！你敢？王爷，家告无业，你去告。我这小一张张知道滚呀，这你上门来敲诈天大官司，我不怕。你们，弟弟母亲随女儿回去吧。不许走！好大的胆子，没遇得到我的同意，怎管收留他们？官人，他们是我亲生父母啊！哼，在家从父，你可以听他；出家从父，你受得听我。不要理他们，你叫我回去。官人，快回去！
说话。官人，官人，起来！你怎能颠倒他们胡乱讲？念想过本是当朝他忠良，杨继身受不受皇贼败，他才是奸臣没有好下场。你父亲下朕为民生有罪，我啥事虽然与他遭祸殃，可知我啊要拜念想做你父啊，早来早比王陪他为动了，容许你为家去宁负责了，送他们作为外孙追他乡。对，我也出50两银子，可算申请儿子了。好，娘子不用回家去拿，孩儿们借我也用。这家里有叫我爹爹母亲区100两银子，再加2套衣服。什么衣服？我大姐夫府中接什么新衣服，我丁府也接什么新衣服。是。慢，不用了。夫人，把衣服脱下来。老爷，爹爹母亲，哎，娘子，娘子，弟弟母亲，老子叫女儿是儿啊，这等不分宗籍、生财作福的东西，为父也爹也不要。自亏，这官还要马神，快回去！你儿啊，弟弟母亲弟弟，替吾接人之路，他日天能相见。儿啊，你回去吧。今日与我走。母亲，三季好，富行财，亲靠亲家公。
为父不在家中，可有客人到来？弟弟用兵啊，昨晚风雨他来呀推，大门开，他老憔悴满面醉，相伴这一彩云里，原来是岳父岳母当罪。果然是他讲些什么？弟弟，岳父这早日之恋大官队，讨公家产些没算，再可恨二老到苏州找女婿，一个个人着作父不知数。金生，你们看这死戏。这是大继父于志勇的事情啊！于志云奉异乡之命来到杭州，下士警告我收留在官，必为同党。快让你岳父悄悄出门去吧。弟弟，岳父是你亲家同窗好友，为何人言走啊？是可你们知道什么？哟，老头子啊，侬雨伞回来在啊？母亲，弟弟为儿收留岳父岳母，才生气你。哦，母亲，弟弟要将岳父岳母送出府门。请婆婆做主。不要紧，不要紧，与我啊！问心问话，母亲，喜得亲家远道而来，快去请亲家公、亲家母出来，喝杯团圆酒。是。等，哦哟，老爷，做啥吓我一跳了？杨继康乃是不祥之人，岂可轻易留在府中？哎呀，老爷，侬此番与普渡山，他不算心罪，何以见得？良心的了，被牙官吃他罪。你，哎呀，老爷呀！老爷说话分中听，怎骂亲家不相生？当初是侬个同窗友，同你那个为官年与称，常来常往常相亲，双双那个儿女配成婚，与亲与密与缘分，杨家陈家一家人，如今亲家早在心，千里迢迢找上门，这要神穷志不断，哎呀，皇帝言语操心，留下亲家我做主，侬怪儿子为何因？老爷侬要仔细称，仔细猜。切莫做落情不人的势力在啊！弟弟千万不可说这样，不是老夫心太黑，也不错难保银河自造罪，略看别人无常财，得罪你想要迷莫美。求弟弟想个办法吧。办法？哦，办法倒是有一个。快说！亲家的大女婿已把你相过为义父，
我被亲家寄去找他，据他想想办法。慢，我这不是就那个神策组的一官亲手，亲家陈义兄告辞了。有不姓张，有不儿啊！
出本事啊！你的母亲已经走了。啥？你那个死老头！南京家最家长，心该操蛋。四郎君去赴考，英星渺茫。姑娘，姑娘，嫂嫂，这里把你一对文人约定，请收下了。二弟教唆虽然微薄，为嫂正好受你。张少为娘，理当孝敬。二弟将汤烧好，谁拿来？哎，姑娘，姑娘，父生老翠英，翠英，老爷夫人老爷夫人在哪里？在张王庙。二弟，你好好照顾她，为嫂去谁来？哎，嫂嫂，嫂嫂。姑娘，请喝姜汤。姑娘，姑娘，请喝姜汤，请喝姜汤。姑娘，姑娘，
姑娘心细。你是谁？你是什么地方？姑娘，姑娘亲姑娘，放心下下这暖肚汤，这里是南京城外最家长，只为我兄长赶考复英信，奉少命当听军报上街坊，半路上见你昏昏倒在地，正惊得兵器满地说风光，看着有夫人经过相救你，顾不得男女之间有大旁，这草房是我嫂嫂一生事，就你来与他作伴一无妨，姑娘啊，因我遭难，对我讲，不要悲伤来望望。姑娘一定生好人，你只管披上我嫂嫂就一张。苦
不了千里头情，情不分，恰是难。古今难免一字妙郎香，八方儿老金马内手牵逃到村里，四顾茫茫夜昏醒不到三春晓，新春去。你可是彩云姑娘，嫂嫂把你想坏了。你嫂嫂是谁？兄长只有应了嫂嫂杨三春。三小姐，三姑娘，三彩云，福山老爷最好。彩云啊，福山小心了，老爷啊，福山，福山，老爷，福山，老爷，彩云他脖子取下了啊！福山老爷，天地动，如意之间啊！福山也罢，你我不是一死。福山，福山。我愿为生，我人为报，我还不想死你。天和地动动不是落来人，我心中还有一点内瓜瓜。好彩云，且他最真去行为，拿金盆我一心希望与三层，一个个亲生女儿靠不住，争取早陪我做这的不孝顺。你痴心妄想有缘。
你听，哎，好像是赛菜在哪里？菜在哪里？女儿，儿啊，丹城，儿啊，三层开门。娘子，贵人，你回来了。娘子，面对郎君心意，书上万事俱已尽。贵人啊，才为夫子所约证，天天派你转家门。不待功名不要紧，夫妻相守过光阴。娘子不要小困一点啊！娘子，你来可？贵人，这今年娘子，此番府司金榜题名，长远接替，你想过收我为门生，做了屈身敬恩。你对靠那年送老着了。娘子，贵人，你怎能不忠不孝，轻贼不分？说得好，
儿啊，想不到你也是个口是心非、去也无私之人。原来是岳父岳母驾到，消息大力传百。哼，老夫绝不与神者阻之人为报。你是要夫妻到老，这奸淫立即与我跑掉。请岳父听消息，请信奉禀。你讲，年送后国养命，多少忠良受惠，引了我列子之间担心不便，岳父啊！小心我登门谁把相托背，为的是生日虎跃自大海，为子最见老子切身内，他把我切身请安出京内，一路上地伏四方查见到，张恶年这的讨天才，凭一世苍天之本皆万岁，落一个青史名表，为国之间为民之恩，方才我兄哎呀，夫人，老爷，娘子，哎呀，倒是老夫一时心急，错怪叶喜了。三姑爷，彩云多亏你照顾儿了。是啊，兄长，夫人，哦，风风雨雨三场贼，年冬归三场雷，终了朝夕皆应当，一心花堂泪半开。娘子，娘子先来一步，是背上来迟了。神这做的一光禽兽，谁是你的娘子？哎呀，娘子，此今年送上面，我在隔着，应系还是杨四郎的女婿。今日一来与娘子破镜重圆，还来拜着岳母落实他手。何人在此喧哗？岳父岳母在上，小婿工作前去，他理传百里。你为玉里来见我？娘子，听我美言几句，虽是背身得罪二老，事过后悔，今朝得来登门谢才。谁听你的花言巧语？出去！娘子，儿啊，禀老爷夫人，三小姐三姑爷拜寿来了，怕怕有请，有请。四年当去天下，百民同心，这把令正朝纲，不派用兵，为父见岳父母，共生子礼。也许女儿少礼也帮助些。三妹夫，我哭啊！见他见
为尽力难用。来人呐，岳父，将这个无情无义、丧立寡子之徒赶了出去，永远不许上门。亲家公，亲家母，哎呀，死老头，你呀，哎呀，哎，吃，哎呀，吃呀，哦，亲家母，亲家母，行。老朽当年飘零四方，无人收留，今日亲家特来拜寿，哎呀，使我好不惭愧呀！夫人，亲家公，亲家母，我个老头子嘛是没面孔来拜寿，今朝嘛是我昂阿姨来赔礼道歉的。老朽当年委曲祈祷，认得了二位亲家，多多有才。看在亲家母的份上，哎呀，不怪呀，不怪啊！是啊，你我还是要好亲家，应当要好，应当要好哦，请两位亲家先到花厅用茶去吧。居民啊，哎呀，居民啊，居民，哎呀，居民，杨林，是你们要做什么？我要我太上眼睛。哎呀，夫人，居民啊，既然自私，哎呀，母亲啊，贱婢势力太猖狂，讽刺我银龙妹夫郎，说什么啥是穷闺中长月，情愿挖他一衣裳，我要为三妹夫妻出口气，定要他语言无知不见光。可恶贱人，整个吵闹谁当？不，我们是想与某大人拜寿。谁是你的岳母？母亲，谁是你的母亲？哎呀，弟弟，我是你的亲生女儿，我是你的亲生女儿啊！谁是你的父亲？既然你叫我走，滚！我不走，我个女儿拜寿，为什么偏偏要追我？你们不认我女儿，我死也不追，我死也不追。哎呀，真是气死我了！新姑爷、新小姐为夫。女儿起来，起来！爹又不有梦，儿啦，姐人，你来看看，我有这个小生女儿，胜你8倍。母亲，不要生气了。哎呀，气死我了！